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35章。约瑟亚伫耶路撒冷守搬过节，互西上主正月14，人民抬搬过节的羊仔。王派祭司执行因的职务，搁勉励因办理上主圣殿的工作。搁对遐圣化归上主、教导以色列人的利未人讲：恁着将圣的约柜下伫大毕的囝以色列王所罗门所起的圣殿内面，毋免搁扛来扛去。但恁着服侍上主恁的上帝，甲伊的子民以色列，着照以色列王大毕甲伊的囝所罗门的规定，照恁的宗族、恁的班厝准备好势。恁利未人着照宗族的帮头，分组的家庭，徛伫圣殿服务恁的兄弟。着照上主通过摩西所传的话，抬搬过节的羊羔，洁净家己，为着恁的亲族准备好势。约瑟亚王对伊的产业提出绵羊仔甲山羊仔共3万只，牛犅3000只，互所有在场的人民做搬过节的祭物。王的大臣嘛欢喜提供祭物互人民、祭司甲利未人。管理上帝圣殿的希勒家、撒加利亚、亚赫用羊仔2600只、牛300只，互祭司做搬过节的祭物。利未人的领袖哥罗南雅甲伊2个兄弟示玛雅甲拿坦业，以及哈撒比雅、亚利、约撒伯用羊仔5000只、牛5000只，互利未人做搬过节的祭物。安尼，服侍的代志拢准备好势，照王的命令，祭司徛伫因的位，利未人嘛照因的班厝徛地。利未人抬搬过节的羊仔，祭司对因的手接回来后，利未人甲羊仔剥皮，将烧化节的祭物照宗族的帮头分互人民，互因照摩西的册所写的献互上主。献牛做祭物嘛是安尼做。因照规定，用迄项搬过节的羊仔，其他的祭物用鞋仔、鼎、盆煮了后，赶紧分互人民。以后，利未人才为家己甲祭司准备肉，因为亚伦的后代做祭司的，一直伫献烧化节甲祭物的油到暗时。亚萨的后代负责唱歌的人，照大毕、亚萨、希曼甲王的先见耶杜顿的规定，照因的职位徛地。过门的守卫看守逐个门，因毋免离开因的职务，因为因的亲族利未人替因准备祭物。迄日服侍上主的代志拢准备好势，照约瑟亚王的命令守搬过节，伫上主的坛献烧化节。迄时，在场的以色列人做伙守搬过节，搁守除酵节7日。对先知撒母耳的时代以来，以色列毋捌遮尔盛大守搬过节。以色列的列王嘛拢毋捌安尼守搬过节，亲像约瑟亚祭司甲利未人，以及在场的犹大甲以色列人，甲耶路撒冷的住民安尼守节。
即边的颁会节伫约西亚做王第18年举行。约西亚整修圣殿了后，埃及王尼哥上来，要攻打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。约西亚王出去迎战。尼哥派使者来见约西亚，讲：犹大王，我甲你有甚物关系？我今仔日来，毋是要攻击你，是要攻击甲我交战的国家。上帝命令我着赶紧做即个事，你毋通反对甲我同在的上帝，才免伊甲你毁灭。毋过约西亚毋听上帝通过尼哥所讲的话，坚持要甲伊交战。约西亚变装来到米吉多平原，甲尼哥交战。射箭的人射到约西亚王。王对伊的人臣讲：我受重伤啦，载我离开战场。伊的人臣扶伊出迄台车，互伊坐第二台车，载伊倒去耶路撒冷，伊就死。人将伊安葬伫伊列祖的墓。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人拢为着约西亚哀伤。耶利米为着约西亚做哀歌。所有唱歌的男女，到今仔日还咧唱这个哀歌纪念约西亚。这个嘛诚做以色列的惯例，这个哀歌拢收集伫哀歌集。约西亚其他的事迹，包括伊对上主律法的忠诚，甲伊一生所做的事，拢记载伫以色列甲犹大列王史。